就喺2年後、2、3年後咧就會放嫦娥3號，嗰個就係會登月啦。然之後再過多2、3年咧，就係再就去攞啲樣本再攞翻嚟。咁嗰個大概係2018到嘅啫。咁至於2020以後嗰啲多數我諗都係話係載人嘅嗰個火箭嘅情況。嗱，而家去到踏入咧係大約仲有5分鐘咧就會升空啦。咁分析教授話呢段時間咧，其實做最後準備咧，仲有啲咩工作，或者仲有啲咩工作係要做最後嘅即係準備啦。大約100公里咁長啦，叫大塵。但50公里高以上咧，個大氣已經係好稀薄。電腦系統啦，佢差唔多每秒鐘會 scan 一次，有冇反應？而家睇到呢個模擬嘅，我諗最追都係畫面嘅輸送系統嘅嗰度啦。即係而家可能即係話危險最大嘅部分，因為喺西昌度放咗20幾度咧，20幾度或者係會最多係邊一部啊？好似話，你一起飛嗰時候咧，個引擎咧已經影唔到啦，已經喺度啦。你有冇啦？飛緊上去嗰陣時咧，就係嗰個即係工作人員啦，因為咧佢一定要保持垂直㗎。嗱，睇住嗰個就呢個輸送。當你飛到去嘅時候咧，就第一次同第二次垂直穩定嗰度啦。因為垂直穩定咧，佢係一個中央電腦咧。最後尾咧，睇下有冇軌道嘅時候咧，輸入下開個引擎度啦，開咯，因為佢一定要不停咁樣去修正嗰個軌道。而家睇緊個模擬片段呢度啦，其實就係引擎就係靠嗰個中央處理器㗎。其實就係喺嗰個整流站佢哋試過次係長征3，即係有好多失敗咧。有一次喺96年嗰陣時失敗咧，就係因為其實每個部隊都係有嘅，即係中央處理器咧係唔好。即係好多失敗例子咧，就係我哋嗰個引擎。今次咧喺我哋現場咧，兩位專家咧都有份咧，就係即係話今次即係呢個嫦娥2號咧升空咧都有一個即係參與工作啦。你問翻而家一個嘅嚟國家啦，喺呢方面嚟講咧，我哋能夠而家到第二節提供到國家嚟講咧，係邊方面嘅科技或者技術？我諗香港主要都係即係每個工作人員都係報緊佢哋唔同崗位嘅數據都係正常，因為佢哋所監察嘅嘢啦。你去月球又好，或者將來去火星或者去木星又好。咁都係會有係去睇好多嘢，攞到好多數據嚟算翻嚟地球。咁你要將啲數據變成係有科學意義嘅嘢，出大層就話第一節咧就究竟呢啲數據係代表乜嘢咧？即係好完整嘅人類或者其他國家或者中國本身有咩好處，有咩用途咧？咁呢個要根據分析出嚟嘅。咁香港呢樣嘢可能應該因為多個用途佢咧，不如假設咧就係90分鐘啊！我哋睇到咧就而家最短距離即係模擬緊呢個衛星咧係圍繞住月球佢上到咧就會轉彎嘅。咁問翻阿蔡博士啦，其實今次咧同過去第一次咧就係上一途升空唔同嘅地方咧，就係佢用最短嘅距離咧係到達嗰個不斷咁樣去睇住佢個速度啊、位置啊咁樣。點解能夠做到咧？就係因為佢個速度夠快咯，所以佢一定要今次要用咧係3時間係有2個出嚟㗎，可以將佢嗰個係速度咧分鐘已經出到去到嗰個地熱轉移軌道嗰度，即係38萬公里外咧就即刻俾個月。佢話20幾分鐘就應該係最後尾嚟咗嗰個月球嗰度咧，要月球嚟轉㗎嘛。如果月球轉咧，咁跟住佢再用2日時間咧，就已經係咩㗎啦？係中國軌道。即係第3節咧係幫佢係近達到月點咧就10公里高啊！因為上咗去嘅話咧，因為喺地面發射嗰陣時最多變數。最主要係你支火箭係夠快，同埋咧你個夠精確去到點嘅咧，係第2節已經燒完啦，係速度第3節啦。就第3節咧就係用係輕軌上係比月球可以做得到。因為喺大氣層入邊咧係最多變數㗎。其實我哋嘅技術咧，比起譬如話日本啦，或者係歐洲嚟講咧，佢就因為個地球仲係轉緊，係中間佢係轉彎嘅嗰個呢樣嘢，只不過咧佢都係上一次用一個月球咧，佢唔需要係咁做咯。因為你慢啲嘅話咧，個安全係數高啲嘅。而中國咧就因為咧佢係衛星係比為咗嫦娥3號，佢因為咧佢已經嚟，所以3次咧已經係出到大氣層咧，所以嗰個罩咧，推自己咧，整流罩咧可以去掉咗佢㗎啦。因為整流罩咧，第二時咧，你斷收正翻嘅時候咧，係啦，軌啦，就會好啲啊！你唔可以話個太空人喺度啦，因為第3節火箭2禮拜火箭咧，佢係有4個月嘅㗎。所以咧話你唔係遲早都要做㗎啦，不過同一個趨勢，今次做到佢咯。左邊或者右邊大少少嘅話咧，都會側㗎。其實就問翻阿陳教授方面啦，其實陳教授話嚟緊啦，你睇到嘅係探月方面嘅路向，究竟係會係能源開發啊，定喺邊方面啊？
我諗。因為個地球咧，都唔淨止能源開發嘅，佢好月球係有好多礦物㗎，即係除咗外三咁，仲有啲太陽啊、鐵啊、太陽轉啊，就會係氫啊，氫可以人為幫你製造水，亦都可以做燃料，亦都係幫喺嗰度。咁啊，同埋你係可以有月球基地嘅話咧，你就可以由月球睇翻落嚟地球咧，就會將地球嗰個太空環境睇得好清楚。我哋而家睇翻咧就係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現場㗎，咁長征3號丙火箭咧已經係因為外界環境咧喺太空度咧就已經好少。咁問翻啊蔡博士先，蔡博士其實呢個階段嚟講，仲有啲咩工作咧係喺最後呢10分鐘咧係做啦？亦都冇樣啦，所講啦，冇樣啦，即係太陽即係會受到原子干擾啦，燃料輸送系統啊，通訊系統啊，宇宙射線控制系統啊，佢哋嗰啲方面都 OK 啦，即係所有系統佢哋係步驟就係嗰支衛星或者火箭啦，即係嗰下倒數落去，嗰下咧就係用爆炸物發射啦。其實呢個階段咧，而家先至會同嗰個環境當地環境咧係咪即係第3火箭燃料燒晒啦，升空啦，燒晒咗之後咧就有環性飛行大曬，亦都係會影響，就會脫離㗎啦。少少嘅微雨係冇影響嘅，咁就代表衛星已經進入咗即係預定軌同埋嗰個速度，因為佢哋盡量係用個火箭嚟，同埋個衛星大，因為側邊都好啲嘅。如果人唔係要用衛星嘅推進器咧，佢都係唔需要係搭去軌道咧，就會好嘥個衛星燃料嘅。佢所帶嘅衛星咧，火箭隔離有好多飛架啦，其實係咪喺嗰啲？佢嘅設計上面咧就係有嘅，所以咧如果半年嘅意思咧，即係話咧應該冇啦，撤退晒㗎啦，輪到啦。嗰啲嘅支架咧，只不過係嗰啲電線或者升空軌道嚟，所以佢仲有咧係直卡翻插咧係越。如果而家仲唔撤退咧，走唔甩㗎啦。因為佢第一支火箭係用聯，所以喺進入月球軌道之前，其實盡量都用晒火箭嘅燃料。幾公里咧都唔可以有人有生物㗎。呢個即係呢個物質咧係攞嚟係推進。對比長河1號咧，其實佢嗰個即係咁傳統嘅手嘢衛星就會比上一次而你係液體短咗半年，點解低溫㗎？因為長河1號咧係喺月球咧係用一個橢。睇翻今次嚟講咧，就預定嘅啦，就升空時間係650多咧，係需要飛料啊。點解可以去到燃料用途咧？係啦，燃料要咁準確，同埋呢個修正軌道咧係需要呢個飛行時間我就由新界出九龍啦。睇到個月球不斷有住地球飛咧，嗰個秒好高㗎。如果地球自己係以秒計㗎，你為咗你一定話，因為佢哋咧接近月球啦，較啱嗰個月心位置咧係平均㗎。你嘅時間如果月心級咧，因為一秒鐘咧會令到個長3定咧軌道咧，我哋叫最高速嘅時候咧，送到衛星嗰陣時就會改變10公里嘅軌道咧。所以如果你遲1秒同早1秒咧係爭到嗰個公里啦，再遲多幾秒嘅話咧嚇，就爭到幾十公里咧係爭好多燃料咯。因為我哋去到最接近嘅月球嗰陣係10公里話有啲。如果你係爭哇，即係話2秒鐘嘅話咧，就一就撞咗落個月球，一就飛走咗㗎啦。所以話如果有任何程序需要幾多時間，都未必可以再幾秒鐘到啦。係啦，冇錯啦，請翻嚟嘅。嗱，我哋而家咧距離咧嫦娥2號升空咧，仲有6分鐘時間嘅啫，燃料亦都係要用多咗。咁而家咧，佢已經用到最後階段啦，一陣間嗰個仲繼續注入緊。